小妹跟我讲清楚哩。卡俩，今日出去拍拍就笑啊个。笑，就是卡领笑的气，我的心也袂笑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日你若无将这项代志讲清楚，你唔免想搁打伫这样。我即摆就来甲迄穿遐的人讲，做下咱若要来，就穿破话，才袂互人误会。互人常常咧念即个卡俩，害我怎讲，都无法度通改变伊。啊？你就这样讲话，什么穿甲穿破话？啊，你拍吧，别拍起来。哎呀，今日你做咩甲小卡？别拍，大家拍。呐，你若是咧拍，我就是咧用这个啊。我的气死！你都讲要甲小拍，我怎敢唔拍咧？唔拍，我会拍迄个穿甲的。看你一个气干，你这个气笑。你知迄穿遐是什么人？我老甲你讲，迄就是阿母派阿忠个秋香送米送文来互咱。外面的卡俩就是伊两个的。你所讲是真？当然是真的咯。伊安尼无分错别，就咧疑神疑鬼，佮讲遐个不堪人意的话。我听落较比出会相信的话，会相比的话，你也无想看，咱是英雄啊英雄，无太我安尼对你同患难，今仔日搁互你安尼批驳我、伤害我，我真唔答应，看你要怎甲我讲。老张，你是做什么代志啦？我讲一句，我较无这事，我应该对一个我受苦遮好的人真，我真介意。我见这个地方嫌少，只有可以嫌少的。我都无情错怪，我这阵给你赔罪。我叫你做下哩恶。做哪里背错对煞呢？这就我真无心肝，我唔应该原谅你。啊无，我为了跟你口头认罪。好。你人脸啊，你那当代志，就问清楚再讲。是是。对，你来拄啊好，我其实一寡糜，不恁点要食？哦，是点要食的。好，好。老大，你看鲁比，不但鲁比而且有文，那文啊，用这个年都用不了，这是怎么多来？是阮家父派人送。跟你要看呢。哎呦，害我推人急啊！嗱，拖出去那边，冚家。对家大注意。老大，咱们见人啊，你就一心去读册，看你再考虑。好，是吧？老三，哎呀，好消息来了！什么代志大事？洪小医院出五本要开好手术了。真是的，对哦。3年去，真是如等。先生，你准备第时要几天嘞？当然如今如何？是哦，你明仔日就赶紧一行去甲伊报名啦。对对，不如我随什么物件去救。好。
怪事。先生，你即卖上家户口，你着家己保重。我知影，你免挂着，你还是家己注意。先生，你看，老兄，前面就是大路，我希望你平步青云。是，我一摆夫妇，一定要孤掌人头，若是无叫，我就知影。无叫，我无面通去拄来死。先生，你有这么大的志气，我非常欢喜。但是你无中，嘛着倒来。功名有把握，一考无中，嘛有下考的希望。我绝对袂怨你。好。老三，哇，着金丝条，对，金丝条。先生，你当去。不过，你家己注意。你也着保重。大哥、二哥，要请恁多多照顾我。当然了，是啊，小姐唔是去厝，阮一定来对你来照顾的。你最赶紧去，希望你着医院倒来，吼。多谢。喂。以前如梦境，参见圣上，愿圣上万岁万岁，现大下万岁。如经家才华带出，发拜婚姻，今正是金科状元，我条3年人名有望，下朱良港，现家年小接，以后经家。请祝万岁！以前已入家庭，我妻就是老相国的二家千金。原来如今家相国的交代，请祝万岁！以前承认老相国的入去，但是老相国并不承认以前二家。请赵国，请祝万岁！因为当日相国在下台老传承，以前虽然一直受制。但是因为家道贫寒，相国竟然自婚，警察就要行道，不会收钱，将以前传给相府。所以讲相国再不离情而散。相国真是真是太老传奇，因一生人遇到。老兄长，咱小王你大不大？老官，我怎样？已经闭嘴，必然闭嘴。哎，老大不错不错，遵命。请召万岁，以前魔术不到，他先向下面3人辞罪，以前感恩不尽，人家稍微入名叶小家，再有个退保障万岁。永远不离之恩，无问是开恩，主回我是人家从来讲法，并不困，顺入红道，因义并加入其罪，但不顿代条之官，一砍下体为民，假用有。
当习惯。我讲，我相信。吴刚，咱真正有今仔日，我实在真欢喜。这拢是现实，伊的基因，我无真叫今仔日。无影吼，这是你家己努力得来的。因为着我受家庭所牵制，下下容易，今仔日我重新去对你比赛。多谢吴刚。叫我俩，叫我俩，叫我俩。我跟你说，你唔通你称呼我，你以为我身份变了？不要紧，你就叫我老三。老三，老三。啊，你唔得事。我跟你说，你已经对我照顾，我规人世人拢感激你。我这阵物件是你，要互你能力较活。多谢，老三，多谢。大夫已经无理不治，时常来教育我，修善感恩不尽，修善良心。唔通客气哦，义母、首相、阿强，你也是我的恩人，我要备办淡薄物件要送。来，将物件摕起来。多谢我呀。免多谢。已经还入咱这个所在，这等于对咱的事。我现在真是心哎呦，你这种种完全六种嘛，拢当家，你真叫伊去跳。老大，你来，我现在跟你讲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看，种种完你就来去，人变，俺对你家变，真是人长累。我哪敢老是要不然这种安慰的上你好。咱是家己人，敢通安尼破坏？等下，我跟你讲错，我跟你讲，你讲嘞，你要见你难开，你就去开人三年好酒，若无你就开，害我失体面啊！你放心，我
庭患难之道见天情，有家庭自有主万兄弟，大公的你就不结成大兄，起来对他们让人的情，梦想，我就是这包你唔通赢，在讲我听袂明，眼体已经决定。相见这国真情，当来有我情，家门处就是和平。家是无下边，万无后，明亮亮，也亲像高粱，搁也亲像是双星。迄时我吃酒。哎，都是